来看这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呢，即嘛是犹搁伫咧90日的宽限期内，也毋过进前美国政府捌点名咱台湾呢，对美国猪也个美国牛，因为这检疫过程有较复杂，所以是有贸易的障碍。外界就真关注，看咱的台湾政府敢会以放令美国猪甲牛的进口来换关税利益咧？咱的卫福部长邱泰源是强调讲，会坚持4项原则，这食品安全呢，就一定爱行大先。 美国关税冲击影响世界产业的布局，不过早伫今年3月底，美国贸易代表处就捌点名台湾对美国猪肉、美国牛肉采取真侪项检疫性的贸易障碍。即马世界各国甲美方政府展开谈判，外界伫关心美猪甲美牛进口限制，敢会放令加做谈判的条件哩？美国还有没有在类似讲这些？我们会再去管制进口它的原产地标签啊、检验等等的障碍予以关切呢？ 卫福部的立场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把相关有关的一些食品，按照法规来执行以外，就是不断的进行科学的分析，提供给我们整体的政府。卫福部真侪解强调，是坚持绝对不会改变，包含食安优先、科学分析、参考国际标准，并落实边境查验，也甲市场的稽查。最重要，我们要尊重我们国人膳食的一个习惯，这样来定相关的措施。这个辩护还是要有一个相当的力道了哈，因为就是说，用我们国人的民情风俗，大概很难过关呐。我国目前对于美猪美牛的限制规范，在食药署的专业来看，是不是属于不必要的贸易障碍？风险分析其实包含了3大块啊，第一大块叫做风险沟通。 我们的风险沟通其实一直都是启动。食药署嘛表示，食品安全强调的是风险分析，爱先确认食品本身的风险，才会当做进一步的谈判。一切应该是依照科学分析的结果，才会当决定下一步的方向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